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1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的消息啊，這個第一財經日報報道說地產板塊普遍虧損的局面還未得到扭轉，地產股預虧超600億，27家預披露房企僅1家盈利。今天房地產板塊好像還反彈了一下，這個我以往我經常說這都叫詐屍啊。你看第一財經日報說地產股預虧超600億啊。近期 A 股上市房企陸續披露2025年業績預告，在已發布公告的27家上市房企中，除了龍頭企業保利發展，其餘皆出現不同程度虧損，其中有房企在持續多年業績低迷之下，已步入資不抵債的境地，後續將面臨退市風險。具體的報道很長，我就不說了咱們就知道這個房企目前它所處的這個困難的這個境遇。2021年恒大暴雷以後政府也是在救樓市，但是越救這些房企日子越難過，這個大家都能看到的吧？不是咱們在這瞎編。你看萬科救着救着萬科就倒下了，救着救着这個保利好像也不行了。這房企的虧損它有幾大那個不利因素最主要首先是房子賣不動，房子在降價，它那個地是2年前3年前拿的，但是現在的地又便宜了，房子又便宜了，所以它肯定是第一個就是它盈利能力很有限，很難賺錢，房子還難賣。第二個就是它手上的資產的貶值，因為價格在下行賣不掉的房子在手上，去年還是1個億，今年就值8000萬了，你說他能不賠嗎？那麼明年很多房企恐怕就猶如資不抵債，就要退市，或者連續2年3年虧損要退市，要麼就是破產重組。不光是房企日子不好過，這個跟房地產上下游的比如說做瓷磚的，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叫蒙娜麗莎預計2025年淨利潤腰斬，部分高管擬降薪不低於20%。蒙娜麗莎就是做瓷磚的嘛。在房地產市場持續調整和行業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陶瓷巨頭蒙娜麗莎交出了一份預降的2025年成績單。1月19日晚間，蒙娜麗莎發布業績預告，預計2025年規模淨利潤同比下降47%至64%。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這也是公司自2024年盈利腰斬以來再次面臨利潤下滑的壓力。還算可以它至少還沒虧損，那就是不賺錢唄。蒙娜麗莎在公告中表示面對挑戰，公司加強經銷業務，積極拓展市場，持續實施精益管理，生產成本控制和運營效率提升均取得一定成效，期間費用也得到有效管控，費用總額同比有所下降，但產品平均售價同比出現下滑，導致整體銷售收入未達預期。也就是它這瓷磚的價格不停的下降，內卷加劇房地產開工面積不足對吧？蓋房子的少了，裝修的也少了，瓷磚的銷量對吧？市場就小，然後競爭要加劇嘛，那它就得降價。公告提到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2025年度薪酬將同比下降不低於20%，且下降幅度不低於營業收入下降幅度，也就是營業收入下降30%，那高管的工資就下降30%以上，這個也合理這個是房地產的下游行業就是建材嘛。我記得還有一個叫馬可波羅的，死乞白賴的要上市，你這不是坑這個金融消費者嗎？明知這個行業在萎縮，是夕陽行業，業績不好，房地產在調整，你還讓這樣的企業上市割韭菜圈錢，你說這背後到底是什麼神仙在起作用？文章說蒙娜麗莎的業績波動是整個建材家居行業轉型陣痛的一個縮影。中國銀河證券研報指出，當前我國房地產和建築業占 GDP 比重逐漸下降，建材行業正站在轉型升級的十字路口，行業已從過去的增量紅利時代步入了存量競爭時代。我們再看一個又是一家媒體報道的叫時代中國，這個是在港股上市的一家房地產公司說時代中國控股2019年中國員工數量12692人，截至2026年1月6日，员工數量1050人，裁員11620人，裁员比例92%，這太狠了就相當于這個公司整個的砍掉了唄。時代中國一個上市公司做房地產開發的，最風光的時候是13000人，現在只有1000人，你說這些人去哪兒了？這些人去別的房地產公司了嗎？
如果他去了別的房地產公司，那別的房地產公司人就又去哪兒了呢？大家都在裁員，實際上這就是個縮影啊，也就是房地產低迷啊，導致大量的崗位沒了。本來這時代中國啊，這提供13000個工作崗位，這工作崗位還是可以的，一下少了12000，所以為什麼說就業難？你從這兒就能看出來，崗位少了嘛。這光是房地產呢，你房地產還上下游呢，一樣的啊。所以我們從時代中國這一個例子就能看到，樓市低迷，對吧？直接衝擊的就是就業崗位。這並非一次普通的企業人員優化，而是一家曾位列中國房企50強的區域龍頭，在行業歷史轉折中為求生存而經歷的近乎刮骨療毒式的全面收縮。2025年全國新房銷售面積8.8億平方米，同比2024年下降約9%，相比2021年高點接近腰斬。我們商品房銷售啊，2021年是高点，最高点。那現在離最高点就除以2，现在回到了2008年到2009年的那個水平，就是一年啊賣8.8億平米的房子。平心而論啊，這個從銷售來說啊，這個回撤啊是比較狠的，也就是現在的成交量只有最高的時候是1半，但是是不是就穩住了？這個很難說。從這個回撤幅度來說啊，你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確實，你就拿美國啊，這個日本比，沒有回撤這麼厲害的，就除以2了，關鍵還沒有穩住的跡象。我在想啊，實際上跟咱們這個暴漲暴跌本身也有關係，也就是你過去你那個漲，你那個2022年、21年那個高點本來就是虛高，泡沫太大，人家也高，對吧？人家高沒有高到那個離奇的份上，所以說人家跌呢也不至於跌得太離奇。你這個因為泡沫太大，所以跌的離奇也很正常，就是炒過了。這我經常在節目裡面說的，對吧？我以前我有鄰居啊，夫妻俩人啥也不幹，就炒房子，一會兒結婚，一會兒離婚，一會兒離婚，一會兒結婚。但離婚結婚就是為了那個購房資格，不是限購嗎？然後人家就這麼炒房。我覺得美西方有這樣的人嗎？美國有這樣的人嗎？對吧？這只是一個縮影呢。像這樣人太多了，对吧？在中國也炒房啊，有的身上他啥也不幹，他買10幾套房，倒來倒去的。所以在房住不炒啊，上面人看了都害怕呀。太瘋狂啊，就像那個胡適一樣，對吧？上面說胡適要慢牛，結果一看18連陽，這些人自己在裡面瘋狂加槓桿，就跟那房市是一樣的啊。就一旦炒起來，他完全不顧基本面，反正就是悶頭炒。所以我就經常說啊，对吧？不要看那些專家說拿日本拿什麼美國的啊數據這麼一對比，說我們啊明年就能穩住了，說我們現在跌到底了，不對，對吧？你得考慮到我们的國情，就是我們的泡沫它更大，你炒的太多了，所以人家跌40%。那我們可能要跌80%，但是啊，你也不能否認啊，咱們人口這麼多啊，剛需房還是有的，對吧？總有人他要買房，所以你只要這個價格合適啊，他總會到一個地方他就平穩了，這叫什麼？企穩。21世紀經濟報道啊，他說12月一線城市新房成交量大增，2025年12月一線城市新房和二手房市場翹尾行情明顯。以2025年12月一線城市新房成交為例，中指數據顯示啊，2025年12月，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新房成交量分別為44萬平方米、104萬平方米、72萬平方米和22萬平方米，環比分別增長56%、81%、28%和21%。單月北京和深圳二手房成交分別增長19%和10%。什麼意思呢？也就是進入12月啊，這個北上廣深這種一線城市啊，新房的成交量也漲了，叫翹尾行情。昨天統計局給的是數字是房價跌了啊，对吧？這個不矛盾啊。中指研究院說的是12月成交量漲了，我在這裡再告訴大家啊，不要說12月，今年的1月份、2月份、3月份、4月份，這個一線城市的這個成交量給人的感覺它就會企穩，甚至有的地方價格恐怕還小幅反彈。大家也不要覺得吃驚啊，也不要覺得好像是怎麼着了，這就是每年呢在5月之前受這個學區房的影響，它就有一個小陽春，或許它穩住了，或許啊甚至它有反彈。但是啊，到了5月份，大概率它會回到原來的軌道上，該怎麼走還要怎麼走，該跌還要跌，甚至要補跌，就這麼簡單。所以接下來幾個月，對吧？你看到很多媒體啊什麼報道，對吧？中指研究院的數字，那都顯示一線城市穩中向好。
也不要懷疑，那是正常現象，就是学區房影響。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長張波對記者表示說今年1月市場止跌信號已經顯現，近期全國政策出台較為密集，貸款利率下調、稅費優惠等政策直接降低購房門檻，公積金貸款利率和商貸利率都已經達到歷史低點。上海易居房產研究院副院長严躍進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從實際觀察來看，近期房企認為房價基本上也跌到底部了，同時購房者試探性希望還價，但價格調整幅度已經不大了，所以新房價格層面總體上進入到微妙的博弈階段。這也反過來說明預期引導作用很關鍵，將決定2026年房價的走勢。這是《時代週報》報道的。接下來3-4個月以價換量，都是成交量上面顯得穩住了，沒什麼5月份這個假象就會被打破。為什麼呢？實際上咱們老說的這個房地產，你長期是要看人口的嘛。你现在人口是斷崖式下跌，對吧？2025年人口是負增長2.4%，少了340萬。2025年新生兒只有790多萬，跟高點比恐怕也是下降了一半呢。什麼都不用想你想18年以後是什麼概念？18年以後，对吧？本來應該是1800萬这個小伙子，對吧？18歲的，結果只有700多萬，考大學的少了，再過3-5年買房子的也少了，結婚的更少。你指望着這790萬人，到時候他們能生出多少孩子出來，只會更少。所以你要這麼一看的話如果觀念不變，那人口肯定是直線下降，這個不可逆。我說是觀念不變就是年輕人不生孩子。但是也有專家說說這個我們沒有人口危機，這個專家就是房地產專家孟曉蘇。大家看視頻中國根本沒有人口危機，不必過度焦慮我的觀點可能跟網上的一些說法不同。最近呢，我也看到一些國際上的一些說法，預測中國人口會從14億縮水到5億2，甚至有的網友已經推演到了說中華民族滅種亡國那一天了，真是讓人哭笑不得。所以今天我想從一個不同的角度聊聊這件事兒，聽完了你就能夠基本明白我們國家為什麼不存在人口危機。我研究了一輩子的房地產和經濟，我清楚地看到這一輪人口變化是心理學現象不是生物學終結，它更像一個體溫計，測出的是當前社會機體在某些環節上有病。病因是什麼？不是中國人不想生了，而是生育顧慮這個心理病灶在作祟。日本發生這些社會問題比我們早，經驗教訓值得借鑑。日本不少學者曾經研究日本逝去的20年引發種種社會現象，其中有個叫大前研一的學者，他就提出了一個叫關係到中產階層地位是否崩塌的3問診斷的做法。3問是什麼呢？就是還貸壓力、生育顧慮和養老焦慮這都是日本房價持續下跌造成的後果。房價下跌幅度大，對擁有房產的廣大家庭來說，家庭主要財產的賬面價值大幅度縮水，而房地產市場萎縮對於相關產業的抑制，讓更多人的就業和收入都受到了嚴重影響。這種存量財富縮水與收入減退都是真實的，它直接打擊了人們對未來的安全感和擴張性消費的勇气人們感覺存量少了增量收入靠不住，首先想到的就是收緊開支、謹慎規劃，而不是大膽的規劃未來，包括生孩子。過去我們國家人口減少的這4年，正是房價下跌的4年，在時間上高度重合。2022年，中國這個房地產價格結束了多年上漲，70個大中城市的房價指數由漲轉跌。這一年，我們中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減少了大約85萬人。2023年，房價下行的城市明顯數量增加。那麼這一年人口繼續減少，減少了208萬人負增長繼續擴大。到了2024年，出現了這幾年以來最快的房價下跌的情況。那麼人口再減了大約139萬人，負增長延續。你看這3年的數據已經能看得出來，房價下跌和人口數量減少它同步發生，完全是重合的。這和在房價還都是穩定和上漲的一些年這不一樣的。正是因為這些年的房價下跌和人口數量減少重合，讓我們翻過來要思考這個問題。這些人口下降是當年的房價企穩的時候造成的嗎？
不是，它是房價下跌的时候造成的这說明人們的這種生育顧慮它是隨着存量資產縮水而產生的。當前的人口數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種集體財富心理週期的低谷。把這4年的人口減少簡單歸咎於年輕人傳宗接代、文化基因突變是片面的，而是經濟萎縮投射在生育決策上的心理陰影。咱們這個民族幾千年來的文化底色，這個多子多福的魂從來沒有遠離中國人。我們推行了這麼多年的嚴格的計劃生育，要動用整個國家機器去對抗的是什麼？正是這個多子多福養兒防老這種深入骨髓的傳統觀念和現實經濟理性。這說明這種文化力量強大到了何等的程度。現在政策轉向了，你以為這種壓抑了數十年的文化基因就消失了嗎？沒有。現在很多年輕人說不想生，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不敢生和暫緩生。一旦外部條件改善，文化的內在驅動力就會發揮作用。那怎麼樣移開這個大山呢？核心有2步。第一步也是當前最緊迫的一步，就是實現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要恢復市場正常循環和價格穩定。房地產關係着180多個行業，更關係着中國城鎮家庭超過70%的財富房價大幅度下跌傷害的是最廣大中產家庭的資產負債表和信心。穩樓市就是穩財富、穩預期、穩民心。只有家庭財富的壓艙石穩了，人們才敢去規劃那個吞金獸般的未來。中央現在強調穩地產，正是抓住了這個要害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鼓勵政策要精準、要持續、要成體系從湖北十堰、天門買房講面積，真金白銀補錢，到北京大力搞這個普惠托育，把價格給打下來。再到今年国家層面首次出台普惠性的育兒現金補貼，每個孩子每個月補300塊，一直補到3歲。還有全國23個省份的多樣化探索這說明政策工具箱已經打開，並且從地方試點成功，正在向全國系統性的推廣。這絕不是雷聲大雨點小，而是一場由點到面、由地方到中央的政策接力賽法國和瑞典这些國家的經驗也證明一套系統的支持政策，包括家庭津貼長產假托育服務是完全可以把生育率給拉回來的。因此我是持樂觀的態度隨着房地產市場逐步的探底企穩，家庭財富預期得到修復，再加上層層加碼日益完善的生育支持政策形成合力，那種被壓抑的生育願望將會逐漸釋放。我們完全不必陷入到對人口斷崖式下跌的恐慌之中。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生生不息，遇到過無數比這更大的挑戰。今天我們有了強大的經濟基礎，更明確的政策導向和從來沒有真正熄滅過的文化火種。我們要做的是拆掉現實顧慮的藩籬，點燃文化信心的火焰。我對中國人口的長期平衡和健康發展充滿信心。孟小苏他这個說法貌似是對的。你看他正好房價下跌，正好跟人口出生率下降好像對上了，然後他就對吧，化因為果，我感覺他是本末倒置他認為這個年輕人不生孩子是因為房價下跌，為什麼不是因為這個年輕人不生孩子導致房價下跌呢？所以我覺得孟小苏他把這個因果關係搞亂了，搞反了。關於這個現在年輕人不生孩子我在想其實這個問題我想的比較多為什麼呢？對吧？你把它跟日本和韓國比，你發現大家一樣，日本韓國不也是不生孩子嗎？对吧？那韓國更嚴重當然現在估計咱們跟韓國是一樣嚴重了日本還稍微比咱們好一點，他那個什麼新生兒出生率是1.幾幾合理的是2.幾嘛，對吧？夫妻倆再生俩孩子，這才是能保住人口不下降。2.幾，如果夫妻倆就生一個孩子，那人口肯定是在萎縮。日本韓國也這樣。那你說這跟你們東亞文化有關係？那好，那美西方它不也是人口在下降嗎？你看到歐洲人口下降的沒辦法，只好移民非洲的是吧？穆斯林，这不都是因為人口下降嗎？所以你要從制度、從經濟、從保障、從社會保障從什麼人權，你好像都找不到答案。你要說這個制度或者是吧，這個人的這個自由度來說的話，我跟你說越南和印度經濟發展
它人口也在下降。印度、越南的新生儿出生率它也在下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个美西方和印度、越南我不知道，但是中国啊，我在想，你40年前没有搞计划生育的时候，那时候物资极度匮乏，人都養不活自己，但是玩命的生孩子，对吧？上個世紀60年代、70年代生的人，哪個家裡不兄弟5、6個啊、6、7個的，對吧？我鄰居家跟我一樣大的啊，就是父輩那一代啊，他都是生8個、9個啊，為什麼玩命的生啊？你要說資產縮水，那個時候都沒資產，更談不上縮水。你現在再縮水，好歹你還有點資產，你房子還在那兒，為什麼不生？所以我覺得孟小叔他搞錯了，他扯到什麼文化禮儀，對吧？什麼中國人這個傳宗接代，日本、韓國傳宗接代，那怎麼他們也不生呢？我發現啊，過去沒錢沒條件，為什麼玩命生？很簡單啊，那時候農民啊，你生一個孩子，國家給你分地，多一個孩子，首先你就有可能多佔一份資源。第二個，最主要的啊，是養孩子成本極低，基本上沒有什麼成本。我鄰居那個英雄母親，她的名言就是，我就扯塊布給她包上就行了，就養孩子就這麼容易。因為那老大穿完的衣服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老三穿完老四穿，一直穿到不能再穿了，然後還可以給他改一下，對吧？棉襖可以改成褲衩，然後老大帶老二，老二帶老三，老三帶老四，根本家長不用管。老大到了10來歲就可以放牛了，女孩就可以做飯了，完全是低成本的，無成本，反而收益更大。什麼收益呢？你看啊，國家要分地啊，你們家多了一個孩子，以後重新分地的時候給你多分一份地，資源就多一份。第二個呢，你看到了8、9歲就可以幹活了嘛，替大人分擔工作了。你說這個就是投產比嘛，你投入很小啊，但是產出那是無限的，對吧？你想你養頭牛得花多少錢呢？你得去買，你養牛你要花錢買啊，那牛也挺貴啊。完了之後養你還得餵它，對吧？你要飼料給它，然後牛那肯定沒有人好用啊，所以養孩子比養牛合適啊。城裡面呢也一樣啊，城裡面生了孩子之後，國家管分配啊，給你解決工作啊。你看那城裡是不是這樣的？但後來解決不了工作了，太多了嘛，搞上山下鄉嘛。前面那是解決工作的，你家老大老二兩個還行，一個頂職，對吧？就是繼承父輩的這個崗位，另外一個安排到工廠去，所以生啊，有人管呢，而且投入也低啊。那現在呢，完全倒過個了啊。現在為什麼不生啊？就是孟小叔老師說的啊，他說這個年輕人不生了，這不生的年輕人這個出生率下降是發生在什麼時候啊？恰恰是這個90後他不生，本來輪到90後生了嘛，結果90後他就生孩子不積極了。為什麼不積極啊？70後、80後還好一點，為什麼呢？因為他跟這個時代紅利啊還趕上了，畢竟那時候找工作稍微好一點，經濟在發展，對吧？那是一個新舊思想在這個叫交融碰撞的時期。所以大家還是在生，而且那個時候還在計劃生育呢，不讓你生的。計劃生育放開是2010年左右吧，我記得不太清楚了啊。那前面還不讓你生，為什麼呢？因為那個老的思想還在作怪，好多人本能的還有條件還願意多生一下，實際上就開始有很多人已經不生了。這個道理比較簡單啊。等到90後他們是成為主力該生孩子的時候，他90後不生，導致出生人口啊斷崖式下跌。這裡面出現幾個問題，一個就是疫情，這個也是原因之一啊。口罩，大家收入下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90後啊千辛萬苦玩命的考上一個大學，結果一出來找不到工作，生活難。而90後他們小時候正好趕上經濟還可以，家長在他們身上花錢，就是90後出生的嘛，他們小時候吃的苦比較少，那時候好歹有牛奶了啊，牛奶什麼副食雞蛋，也就是他們的父母是70後60後，他們打工啊趕上改革開放，稍微手頭寬裕一點，就開始注重孩子的教育。這90後就開始啊慢慢的就是吃喝條件就好一點了，然後上輔導班開始卷，結果等到他花了錢，對吧？上了大學畢業之後找不到工作，就是90後這一代人呢，他們就不像過去，對吧？性價比那麼高了，生個孩子不花錢，然後還能帶來就投產比高啊。到90後的時候才發現這個投產比算不過來了，花了大量的錢培養的孩子，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又不長久，又趕上物價飛漲，這個房價暴漲，你看看是不是這個道理？到他們生孩子他就害怕了，這生個孩子要100萬了，你從幼兒園開始到他大學畢業最少都花100萬，一線城市啊，那這100萬你說他幹啥不行？他自己現在還沒有100萬，他想想這個都害怕頭疼，那不如自己花錢。所以那個90後生孩子的慾望就大大的壓縮了。我想這個啊，在美西方恐怕也差不多，還不如自己先享受的吧，自己又賺不到錢，沒有着落，不穩定。我覺得這是主要原因啊，投產比不合適了。其實也簡單啊，如果你說不相信我說的，你說不是這個原因，那你隨便出什麼政策，對吧？你怎麼刺激它？這個人口出生率是上不來的。你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你比如說啊，你現在生2個小孩的，直接給你提升副處級，對吧？生3孩子的就是正處級，
就這麼簡單啊，簡單粗暴啊。你生2孩子的，以後一個孩子可以接班啊，頂職。那公務員還是公務員呢？如果你不是公務員，对吧？你生了3孩子，那行，你立馬火線，对吧？也不用免考，直接进体制，直接就是科级待遇。你看看升不升吧？就这麼簡單啊，对吧？這就是我說的，你一旦把這小孩跟他投產比掛鈎，馬上人口就能恢復到新生兒2000萬，對吧？你生4個，你就是副廳級，你就快趕上胡一金老師了，這攔都攔不住啊。如果你是體制外的，對吧？你生3孩子，那你夫妻倆就有一個可以進中石油或者是中國煙草，給你一個名額。然後你這3孩子以後有個孩子可以進中國煙草，18歲，對吧？就可以進去上班。你看他升不升？要一直升到你中國煙草破產為止。所以說，這實際上是一種人性的覺醒，人性的覺醒，它就會導致印度這樣的國家或者越南。那個越南以前生孩子玩命生啊，一家5、6個啊。那印度更是人口都超過咱們了，越窮越要生。為什麼呢？因為他生孩子不花錢嘛，投產隨便一下就養活了，然後他稍微到了10來歲就能幹活，就能為家裡分擔，就能上家撿垃圾，但誰不生啊？但是只要條件一好了，這些人他就會反思，他覺得我，對吧？小孩他覺得這是人的本性啊，他就得往小孩身上花錢，結果花這一代人之後，發現這錢白花了，他就決定，哎，那不如不生吧，對吧？你現在把孩子生下來不管，說讓他5、6歲就去撿垃圾，你也如心不忍吶。而且小孩最容易攀比，对吧？別的小孩有的你也得有，所以說別的小孩吃這個你也得買這個給他吃，穿那個你也得買那個給他穿，很快啊。所以我覺得年輕人他不生孩子太正常了，你不合算呢，生下來就是負擔，到老了還是負擔，對吧？他還得啃老，他沒有工作了不得啃老嗎？所以我覺得啊，這個孟小叔說的不對，但你把孩子和資源掛鈎的時候，這問題就解決了，對吧？能生8個孩子的給他副部級待遇，不是他不一定有實權嘛，對不對？你待遇得給嘛，副部級，對吧？副部級母親或者副部級父親，這個不是咱開玩笑啊，那個蘇聯以前不就搞嗎？這個英雄母親啊，那就是這待遇，那就是副部級的。蘇聯實行過這個政策啊，或者吧，簡單一點，你生個孩子，你1個月給人家發2000塊或者1500，發到18歲，這個我相信啊，廣大農村地區一定要把你生破產為止。哎，那人家就可以靠生孩子賺錢了。你1個月給人發2000，他3孩子就是6000。你要給人發到18歲啊，你別發到2歲就算了。你要發到18歲，那人家他就不用出去打工了，在家生孩子就完了。農村地區啊，那就很多人會生。如果你不這麼解決的話，沒招啊。如果你還是靠小恩小惠刺激，沒用，因為現在年輕人越來越會算賬，對吧？自己都不穩定，他怎麼會去生孩子呢？人口下降啊，導致的問題非常多啊。我再舉個例子啊，我在網上看到啊，說這個淄博燒烤，大家都知道吧？那淄博也是人氣很旺啊。說淄博一家影院倒了，600萬的 IMAX 設備啊，38萬掛上閒魚賣，這才幾年光景，3線城市高端影院說關就關。你想當年投資是600萬呢，現在38萬就賣，貶值了95%。朋友是幹設備回收的，他說啊，以前這些都是寶貝疙瘩，現在一套原價600萬的影院放映系統掛了38萬，還備注急出26米寬的金屬大熒幕，新的要120萬，現在回收商只給5萬8。更誇張的，有的16米寬的幕布直接被切割當成防塵布賣，1平米80塊。他說啊，現在接的活，90%的設備都按廢鐵算，原價3000一把的電動座椅打包才賣450。那套曾經讓人耳朵懷孕的杜比音響3萬2就處理了，不及原價的1成。閒魚上全是場地到期1周清倉的哀嚎。我們經常說這個做廚房設備回收的，人家做影院回收的更狠更慘。為什麼？影院都幹不下去了，這個跟人口有關係啊，當然不全是。時代拋棄你的時候啊，連一聲再見都不會說啊。你說各大這個商業中心、各大商場、影院幹不下去，那準備幹什麼呢？不可能說這個影院幹不下去，那個人跑來幹影院，不是這樣子的啊。那就是人家影院撤了，玩不下去了。這就是當前啊這個經濟形勢，人口啊萎縮，跟這個都有密切關係。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